218鸟掠鸟鼠，厝内鸟鼠啊规若收。主人摸一只猫回来要咬鸟鼠，猫看到细只鸟鼠，就要掠。一个伸骹鸟就掠一只，雄雄赢到壁角一只较大只，猫赶紧戏杀细只，挖一个角，换要掠大只。大只揪入去壁旁边，同时阵，护定骹装出2-3只咧走相肉，猫仔食肉遐爽，看甲目睭起烟晕，肉甲骹酸平平喘。三心两意，毋知要掠倒一只。等伊心思换定，鸟鼠已经美甲无看影。可是掠龟走避。